国家摄影中心最近当地办展览，展出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旅行的相片。希望民众会当除了对政治的角度，嘛会当对清查观察台湾社会的文化发展。一张黑白相片记录一位穿和服的女性。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台湾开始皇民化运动，对一寡负担会起的女性来讲，穿和服真做一种高级的打扮，嘛凸显日本时代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矛盾。但他受日本教育，然后有时候讲日本话哦。那你的饮食、你的生活习惯，就是来自非常台式或是中式的哦。但是你又穿上和服，那个时代里面，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不确定的跟及摇摆的象征性。蔡文上讲，女性对流行资讯的接受速度是上紧。透过古早时女性打扮的相片，会使看到各时代的流行风潮，甲迄当阵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度。在日本时代，从东大陆、上海流行到的旗袍，或者是日本人所穿的、所推广的西式的服装，或者是在台湾本地的服装。等等，而且女性本来就是一个爱美，这样的流行的吸引在女性的身上里面呢，那也看到台湾文化发展的或生活品味或生活美学的一些发展的历程。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展览，让民众透过女性流行的清查，看到台湾对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对市民文化美学发展到台湾主体美学的过程。记者郭伯君、郑派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